香港政府咧對於宏福苑咧又有新搞作喎。嗱，咁佢就係單方面宣布就話啦，而家咧已經有78.4%嘅業主就同意就賣業權，咁啊而且係相信咧能夠喺7月內咧就開業主大會。嗱，不過講明啦，就係會上啦就唔會處理出售業權嘅事宜嘅。咁而且講到明啦，出售業權第一條嘅死線係6月30日。啊，點解政府會突然之間係公布咗賣業權嗰啲數字呢？咁有好多坊間都覺得啊，其實即係嗰啲宏福苑嗰啲災民，其實你睇到啊，有好多訪問都係話希望係原址重建或者留翻喺度啊，因為佢哋有起碼2座，其實個單位損害係不大嘅嚇，甚至乎係即係可能99% 都係冇事。咁點解話要2棟大都拆晒，全部一次過拆晒要賣晒呢？你話係即係爛咗嗰幾棟賣咁啊正常啊，你都唔搬翻去住噶啦。咁但係點解剩翻嗰2棟都係要話唔可以原址重建，係講到咁死咧？咁點解會咁咧？嗱，咁今集咧同大家就分析下，咁而家嚟緊即係宏福苑啊，即係嗰個災民個命運嘅。睇片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我希望大家真係認識宏福苑嗰啲災民嘅話咧，就可以將呢條片咧就 forward 俾佢哋。咁我聽下，咁究竟其實佢哋嘅 option 係而家賣樓係咪即係唯一一個嘅方法咧？嗱，因為政府講到明就話啦，就算你唔賣都好啦，總之門檻過咗咧，就有機會咧就喺明年就立法啦，就收翻你業權嘅。我就咁樣睇啦。咁佢到時立法收嘅時間咪立法收咯。咁即係佢喺法律容許佢咁樣做底下，咁你起碼都仲有啲時間係去計算翻，咁究竟係咪真係就咁樣賣咗佢算數定係點咧？因為政府已經向咗宏福苑嘅業主提出去收購業權嘅第一條死線咧，就好快啦，6月30日，即係下個禮拜2就屆滿。咁居民係一直係爭取業主大會嘅。嗱，管理公司合安一度咧係入稟係土地審裁處咧，要求係延遲大庇不會。咁合安到係6月26日嘅時間咧，就發聲明就話就決定放棄上訴，咁話已經核實咗5% 聯署嘅業主身份，咁相信能夠喺7月內咧舉行業主大會。咁但係講到明咧，就係會否咧係出售業權嘅事咧，就唔會喺係業主大會度處理㗎。咁而且同日嘅下晝啦，咁政府咧就係新聞處發稿件就話公佈宏福苑被大火波及嘅 A 座至 G 座，咁已經係1361戶嘅簽署並交回係接受收購咧，即係建議嘅信件嘅，同意出售業權，咁佔7座單位嘅總數約78.4%，咁形容咧係收購咧就係進度良好。咁政府嘅公佈就話未被大火波及嘅 H 座嘅宏志閣啊，共有193戶啊，係佔總數77.8% 嘅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有意賣業權。咁宏志閣嘅業主都可以係同另外7座嘅業主係一樣啊，就納入政府提出嘅長遠居住安排方案之中。咁出售業權收錢之後咧，就可以喺市場置業，咁或者參與政府嘅係特設銷售計劃啊，以現金或樓換樓嘅方式咧係購買全新資助出售單位。咁政府發言人又鼓勵宏福苑業主盡早出售業權，咁以喺呢個特設嘅銷售計劃咧就獲得優先揀樓嘅資格。嗱，簡單啲嚟講咧，咁其實政府去到呢一刻咧，佢都唔係話真係衰啲講句，佢冇話即係用任何嘅即係不當嘅力量咧，係逼你去賣樓嘅。佢只係話提議你嗱，而家我哋有個特惠計劃啊嗰啲啊，咁如果你係唔去即係而家賣嘅話咧，咁可能係即係就冇得優先資格嘅，因為講明係呢個叫做係獲得係優先揀樓資格嘅，即係如果你喺6月30日前賣嘅話，咁好啦，咁但係。咁如果譬如過咗之後咁點咧？如果真係有啲宏福苑嘅居民，咁佢嗰棟樓係冇事，嗰層樓係冇事嘅，佢單位向海嘅，好靚嘅，高層嘅，哇一直都風涼水冷咁，咪無端端係因為呢單嘢搞到咁嘅啫。咁佢都話咁就算係搬翻去住都冇問題嘅。咁啊點解即係政府嘅堅決唔俾佢哋翻去住，而且仲係公佈就話唔會原址重建，係一定唔會原址重建。咁點解要講到咁死？咁但係好啦，作為業主嘅宏福苑嘅居民啦，咁佢哋可以點做？嗱，而家政府佢又俾佢揀就係早啲賣樓啦。咁但係好啦，咁其實佢哋係咪有權唔賣樓咧？嗱，咁根據政府係呢一個選項咧，其實佢真係有權唔賣樓嘅喎。咁但係政府亦都講嘅就話，如果剩翻嗰啲業主唔賣樓咧，就有機會咧就係通過係立法咧，就係強制咧係去就收購翻咧係嗰啲嘅即係嗰啲單位嘅。咁我又真係想問下，咁究竟佢立啲咩嘅法例係可以收購人哋嗰個私人嘅嗰個財產咧？
哇！如果你話哇原來係咁嘅話，此例一出就大鑊啦。哇！以後逢係一棟大廈燒着咗，有個單位燒着咗嘅話咧，你就成棟收購，咁咪好慘？唔係開玩笑啊！嗱，前幾排先有幾個嘅地方啊，即係不約而同啦，有一兩個單位咧，突然之間係俾大火波及喎。咁如果根據政府呢個立法嘅話，咁其實以後任何一棟大廈有一個單位着火嘅話咧，係成棟可以收購喎。根據政府而家話未來要立法嘅話，因為而家係講緊起碼係有兩座係其實未被大火係特別係即係損害係好少嘅啫。咁但係你話立法收購翻係嗰紮業權喎，咁呢個係當然係有問題啦。嗱，咁其實業主其實佢哋而家可以做咩？咁當然啦，可以聽政府講，咪賣咗佢一了百了咁，然之後可能政府有啲咩安排。咁但係我自己成日都話啦，你最緊要就係你真係知道政府未來會點樣幫你安置。但係好可惜，我睇咗好多雲福苑嘅災民咧接受訪問之後咧，都話唔知道究竟有啲咩詳細嘅話，即係得個講字。咁我覺得呢個當然有問題啦，即係你係有層樓，你而家要賣俾個人，咁但係嗰人話會幫你安置啊，但係咧完全冇講到係任何嘅詳細嘅資料嘅，即係話啊嚟緊可能有樓換樓啊乜乜物物啦，咁究竟係咪真係有現兜兜有啲樓俾你揀先？嗱，譬如即係傳聞就話啊啟德都有啲人去睇樓啦。咁係咪真係全部人可以搬去啟德先？咁係咪全部人咧都係即係揾到佢自己理想嘅地方啊？係或者單位大細係咪全部都係啱翻佢而家本身佢嗰個尺數係咪起碼足夠滿足佢，定還是冇咗一半定係點？係而家係有好多嘅災民都話接受訪問時間話咧，就算問啲義工都唔知，問政府官員更加唔會知啦。就係話叫你快啲賣樓，喺完全冇任何資料底下，你又將層樓賣俾人。我想問下咁樣合唔合理先？即係唔好講話佢合唔合法，合唔合理啊？喂，絕對唔合理啦！好啦，喺啲咁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咁啲業主喺呢個情況係咪仲係賣樓呢？嗱，咁呢個就你哋自己決定啦。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你都賣樓，咁呢個係你哋自己問題。咁但係因為呢，喂，而家政府講咗就話啦，哇，如果過咗6月30底嗰個死線嘅話呢，咁啊之後有機會立法又點啊？嗱，我自己覺得佢講嗰啲説話呢，有啲似咩呢？就話即係好似例如嗰啲傳銷啊、促銷啊，就話啊，你嚟緊快啲買呢個 package 啦！啊，而家好平啊，本身係2萬蚊嘅，而家係300蚊咋？嗱，你過咗咧6月30之後咧，就冇呢個優惠㗎啦。咁有好多時你睇到啲工展會啊，或者係唔知其他展銷會都有好多時聽到呢咁嘅説話。咁好多人咧嗱話係喎買300蚊啊，但係佢唔會直叫你買300蚊㗎。喂，300蚊咁平，本身22300蚊喎而家嚇，哇，梗起碼買到3000蚊啦，或者再買多啲買3萬蚊啦。好啦，當買咗3萬蚊之後咧，好啦，我係諗住掂啦，用啦。咁一係咧就可能嗰啲 package 就唔知點解，原來啲人係逢星期1至5啊，朝頭早係6點至7點先用得嘅，其他時間唔用得嘅。一係就有呢咁嘅情況，一係就話啦，原來咧之後咧過咗6月30之後呢個優惠咧係繼續有嘅，或者可能係會更平。嗱，雖然我唔知道咧，到最後政府會有係更加多嘅優惠推出，不過我就係睇到而家嗰個情況咧。其實佢話會立法都已經係後話，或者你之後仲係有時間係去爭取翻，咁令到你係可以即係嗰個業權啊係得到一個妥善嘅安排，就唔好似而家就根本完全唔知情底下就將個業權賣出去。我自己覺得係呢個係對於嗰啲雲福苑嗰啲災民嚟講係唔合理嘅。嗱，你記住我只係講話成件事唔合理啊，冇話唔合法啦。咁政府都係做啲合法嘅嘢嘅，咁同埋都係一個願買一個願賣，咁就算合唔合理都好，呢個係佢哋兩方面買賣雙方自己嘅決定。咁而家你話有70幾個%決定咗賣嘅，咁就算我哋外人覺得唔合理都好啊。咁但係嚟緊剩翻嗰啲係即係大概係20零個%嘅，咁點算呢？嗱，我而家覺得政府咧，即係佢要啲居民啊，哇，6月30之前賣樓啊，嗰啲方法其實同好似當初打疫苗嗰個。即係 selling timing 係差唔多，就話一定要打針啊，唔打針又唔俾你去呢度，唔俾去嗰度啊。咁當時係搞到全民即係95%嘅人咧係打咗針嘅。咁因為就話唔打針就有咩疫苗通行證啊嘛。咁你大家記得㗎啦。我有個朋友啊，怪人朋友嘅表弟啊，咁佢當時就堅決咧就一針都不打嘅。咁佢做金融嘅，因為佢當時就話啦，睇到有好多嗰啲打針之後咧就話有啲後遺症嘅網上啲資料，咁就話又包括有啲咩咧，就係呢個心肌炎啊、心包炎啊或者 turbo cancer 咁啊。佢上網睇過晒，佢覺得有問題，咁所以佢先唔打啫。嗱，咁但係呢啲嘢咧。即係當時咧，政府或者而家政府都好啦，都冇講到話打完疫苗有咩副作用㗎，純粹佢自己上網睇嘅咋，唔知係咪真㗎？嗱，但係好得意啦，喺疫情過後啦，咁有好多佢同事打針啦，佢話竟然咧係試過係喺打完針1年之後咧，佢有3個同事咧都係離世嘅，係啊，3個冇錯啊，當然唔同樓層啦嚇，咁但係即係佢間公司嘅同事，咁佢哋嗰3個人死亡係點解咧？就係因為一個就係心臟突然間心臟病。另外2個係突然間 turbo cancer 咯嚇，有一個就
直頭係本身咧唔知道佢死咗嘅，係即係嗰個個人朋友表弟咧揾佢嘅即係嗰個同事嘅老婆，咁佢老婆喺個 Facebook 度先至公佈話佢老公已經逝世，咁佢先至咩料啊咁死咗，咁之後第三個就係一個女同事啦，突然間啦得到第4期末期肺癌唔食煙㗎嚇，就係咁樣咯。咁我哋就話啦，係人啊都會有病噶啦，咁啱有病啫。咁但係你記住喺未打疫苗之前咧，就冇咁多啲30零40歲嘅人咧咁樣突然間病半暈低啊，突然之間咁樣 turbo cancer， 你真係聽到少少又少，身邊你認識嘅人啊係好少會聽到呢咁嘅情況噶。但係自從打完針之後，你聽到真係實在多不勝數啊！即係比我以前認知啊。我都覺得我自己身邊聽到以前啲舊同事啊，有同我係 WhatsApp 聯絡都話邊個突然間走咗，突然間又暈低死咗，都聽唔少啦。嗱，如果你話當初喺打疫苗之前寫嗰啲副作用咧，喺網上面嗰啲係假嘅啊，即係冇心肌炎、冇心包炎嘅、冇 turbo cancer 嘅、冇突然間病夢暈低嘅冇嘅，咁好啦。咁當然啦，咁就算而家發生嘅咁都當然唔關事啦。但係之前已經一組人講咗啦嘛，講咗係會打完疫苗之後有機會有呢啲咁嘅情況。而家你就見到眼見香港有好多人發生咁嘅情況，咁當然第一時間諗係咪同個疫苗有關㗎啦？咁好啦，咁但係當時咧政府就話咩咧？就係叫大家記住打疫苗，同埋咧就話沒有證據顯示咧，即係嗰啲人死亡咧同疫苗有因果關係。呢句説話精妙之處咧，奧妙之處就係咧，你真係唔知入邊佢嗰句嘢嘅內容。因為佢就話沒有證據顯示咧，唔係代表冇證，唔係代表個證據唔喺度。佢只係話揾唔到證據，話證明呢單嘢有關。可能而家嘅科技根本證明唔到，可能要10年、20年後。但係如果10年、20年後先證明到，原來當初打呢個 COVID 嗰個肺炎針係有問題嘅話，咁都可能有到好多人已經落咗鑊啦、死咗啦。咁可以點樣追究啊？追究唔到啦，係咪？同埋大家記唔記得啊？當初就話實有介事一定要打針嘅。咁而且當時好多網上人就話：你唔打針，本嚟死曱甴、暴徒黑暴。咁但係好得意喎，自從取消疫苗通行證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好似完全咧當 COVID 唔係一回事喎。即係當初實話介紹你唔打會死嘅，好啦，當取消疫苗通行證之後，突然之間就冇事到乜事都冇，靜晒，網上係靜晒嘅。其實同而家宏福呢單嘢係極度相似。未賣業權之前不斷鬧到業主就話你班死曱甴、暴徒黑暴啊，你班乞衣嚟嘅有樓你唔要咁，不斷喺度鬧。其實同咧當初咧係鬧啲人咧唔打疫苗咧，大家覺得唔係好相似嘅咩？即係點解香港人係不斷咁樣經歷咁嘅嘢，但係佢哋都唔明白究竟背後嘅操作其實係咪背後有一班人去做呢咁嘅嘢，係去嚇啲居民呢？佢點解佢哋嘅用意係咁做啊？可能佢哋未必我唔相信政府會派人咁做嘅，咁但係可能啲政府支持者咁樣做咯，諗住幫政府咯，咁但係其實佢冇諗過咁樣幫政府係咪真係幫到手咧？我都係非常懷疑啊！咁但係而家你睇個結果啦，原來有70幾%人咧話賣樓，係咪真係咁多咧？咁點解當初就話揾嗰啲業主簽名，話搞嗰個即係業主大會咁難？咁但係點解揾人簽名簽咗70幾%又咁容易咧？即係你揾人賣樓簽名仲易過你去揾係業主大會開會嗰啲簽名嗰啲名單嗰啲對核實嗰啲簽名。其實你喺賣樓嗰陣時，你咪簽埋即刻，你問意向書嗰時啊，即刻簽埋話係即係要開業主大會嘅時間咁咪得咯。咁點解淨得嗰份意向書話簽？咁但係完全冇講過就係話點解唔開個業主大會啊？點解唔俾埋份一次過一式兩份咪得咯？點解唔同一時間做啊？咁好明顯啦，有人係專登唔派咯，淨係叫你去賣樓咯，同唔會想你開業主大會咯。咁點解佢咁做我就唔知點解啦。總之我就覺得成單嘢都好奇怪，但係咧成單咁奇怪底下都有咁多人買樓，我只能夠講啦，我提就提咗，講就講咗啦，我就覺得係有好大嘅問題喺入邊。咁但係都係嗰句，雙方買賣係即係嗰啲政府同埋嗰啲災民佢哋自己決定嘅，外人真係冇辦法，只能夠俾啲資料睇，有問題提出嚟。如果你講我聽完我講之後都係冇問題嘅時間，咁咪買咯。好啦，希望大家繼續免費訂閱本台啊！咁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製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咁約定大家，我哋下次時間再見，拜拜。